叶红莲花。三小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兴起，得了跳庙回老家务又奔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应道矣。信教不爱修道，但不宜只有信教，然勿修道，本末倒置。实在可惜贤老母娘的奥妙，
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。末节时期，把握经显教圣法权，不畏考验，坚守劝解，共赴龙华。其乐福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横青龙跨海，共无量尊贤在领先极乐之间国里，任意逍遥游玩，随意玩耍，乘其青龙，化作彩色凤凰，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。无惧寒，无惧暑，无数无怀，无阴阳，无瑞带至理，存展理天，无寒暑冷热，总是下是温度。今年